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嘅患者咧，都會出現一個嘅晨僵嘅現象，啲慢性嘅炎症，包括係一個嘅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，突然間咧腳腫得好犀利啦，視力突然間驟降啦。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嘅患者咧，都會出現一個嘅晨僵嘅現象。晨僵嘅現象咧，就係朝頭早瞓醒嘅時候咧，佢會發現咧，有啲手指可以係全部嘅手指，又或者係局部性某幾隻手指咧，佢會出現一啲嘅腫脹啦，或者係疼痛啦，甚至乎僵硬嘅現象嘅。咁而另外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其實可以留意會唔會身體有出現一啲長時間，又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，包括係我哋頭先講過嘅，就係你會有持續性會出現一個嘅低燒嘅現象啦，又或者係會有一啲嘅慢性病啦，包括係一個嘅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呢啲嘅現象咧，視力突然間驟降啦，佢係個免疫系統襲擊我哋嘅視神經，導致到視神經發炎，係一個多元硬化性嘅一個早期嘅現象嚟嘅。咁亦都會有機會咧會出現一個嘅呼吸困難啦，又或者咧突然間咧腳腫得好犀利啦。咁呢個咧有機會係個免疫系統咧攻擊緊我哋嘅心臟，導致到我哋心臟咧出現一個發炎嘅狀態嘅。